大家好，今集睇下現金分享轉消費卡嘅菊花幫。話說呢，不斷有網友爆料俾小編指某一菊花幫話想將現金分享轉成消費卡，但小編查閱資料顯示，菊花幫幫主話係 AI 翻譯錯誤，同樣某報亦都有致歉。咁小編再度查閱，發現係商戶要求此舉，將一部分嘅金額轉化為消費券。菊花幫幫主只係轉述，所以大家請自行消化消息，保持一定安全距離，以免跟車太貼。不過商戶如果係靠以政策經營，我只能夠送上一句：早啲執咗佢啦，因為你永遠唔知對手用咩方式經營，又或者只想以本傷人。先用不擇手段廉價方式競爭，因為資本充足，等到對手經營不善，自動離場，就可以獨享其成。一日唔解決勞工過多，廉價方式競爭就一日唔會有良好營商環境。例如飲食業仲係停留舊思維，就早啲離開比較好。如果仲以為只要產品做得好，自然有人幫襯，咁就大錯特錯。而家呢個年代，生意要火紅有好多因素，例如人氣唔夠就要宣傳請網紅，價格要低過對手，位置要當街就腳，味道新潮有特色，租金店面特別好，等等一大海因素。就算解決以上問題，亦都有傲腳北上、旅客唔消費等。所以如果指望現金分享轉消費券嚟拯救鋪頭生意，我勸商戶早日去橫琴發展好，而且好多政策支持你，又有特首鼓勵，就算你話我抽水都咁講。講返正題先，但係菊花幫幫主表示呢一個佢確定係有講，要設183日留澳先有條件發放，呢個條件我之前有片講。成立理由係唔足夠㗎。對於澳門2024年有住大約6170億儲備嚟講，派多20億都只係九牛一毛。就如年年都有掘路，一樣道理，該慳唔慳啊？不過廣大市民都係想盡早派發，穩定人心，以免更多空中飛人。同埋市民都想知道，究竟邊個社團提出現金分享轉消費卡？因為有市民表示，如果覺得合理，社團先自行轉做消費券，亦都好減少行政費用。畢竟消費券同銀行都會產生唔少費用。以消除一下大家對社團、銀行、消費券之間嘅關係疑惑。其實我覺得呢，如果支持消費券，自行使用其中現金分享即可，冇必要再辯論。何況你又代表唔到其他人，市民幸福感係嚟自自己，使咗100就使咗100，佢使咗100開心咪得咯。暫時講到呢度，拜拜。